好多小朋友英文遇到最大嘅挑戰就係作文，想有豐富嘅題材又有一手好文筆。ABC Pathway School 全新嘅暑期英語課程創意英語寫作班，利用一個暑假，讓 P2 以上嘅小朋友化身成為小小寫作家，創作出屬於自己嘅精彩故事。老師會同小朋友探索唔同嘅有趣主題，加上 mind mapping 嘅激發想像力技巧，快速提升寫作嘅能力。針對唔同年級嘅小朋友 ，ABC 課程總監亦都設計咗唔同嘅獨家分級教材。小2至小3嘅小朋友會嘗試創作故事甚至漫畫，探索押韻同埋詩歌嘅樂趣，集中練習描述性嘅寫作。小4至小5嘅學生會深入冒險故事，嘗試各種嘅詩歌形式寫作，化身小記者報導精彩嘅事件，分析角色。小6或以上嘅學生會撰寫專題文章同埋辯論文案，清晰表達觀點，同時化身小編劇，編寫戲劇同埋電影嘅詳細場景、角色背景檔案等等。想為你嘅小朋友度身訂做暑期學習計劃，立即同我哋 ABC 顧問聯絡，了解更多暑期課程嘅內容同埋優惠啦！到時見。